今日帶大家睇柴灣海德園，非常罕有。點解罕有？第一係太古，第二係柴灣區已經好少供應啦。海德園有3座，參觀嘅示範單位係3座 H 室，面積573尺，2房套。一入去呢，大門已經睇到係用心思設計啊。首先 Locky 鎖，第二成道木門呢都係用一啲木紋條子呢，令到個門呢有個立體感。在呢邊嘅開放式廚房，全 set 嘅櫥櫃係用德國品牌 Popingo， 雪櫃洗衣機就用西門子，其他煮食嘅電器咧就用 Miele， 仲有大單位，如果3房以上都會跟埋一個洗碗機同埋酒櫃。儲物空間都非常足夠嘅，咁喺雪櫃上面打開有個儲物空間啦。另外就星盤亦都係非常之足夠大，亦都跟住一塊面板俾你增加個台面空間啦。上面就正常嘅櫥櫃設計，咁啊電錶箱就擺喺度。另外呢，抽油煙機上面都有一個少擺啲調味料啦。Miele 嘅抽油煙機啦，煮食爐係4頭啦。另外就蒸焗爐。另外下面呢嘅木紋板呢，就用另外一個通，咁啊喺最少都2個卡拉通，令到個櫥櫃冇咁單調。呢度就擺刀叉嘅地方，咁個開關呢，其實佢用啲鉸都靚嘅，用嗰啲櫃桶鉸。咁啊閂嗰時都有個嗰啲叫咩風油鉸係咪叫做？好啦，最特別就係呢一個置物架啦。好，咁啊櫥櫃隔離亦都多咗一個可以擺一個咖啡機啊，或者當一個食櫃嘅地方嘅，擺啲靚啲嘅飲食用品啦。咁要可能擺一個靚嘅咖啡機最好啦。上面亦都有個儲物空間。咁佢特別，佢就會有一個雙門設計嘅，即係話佢出邊都有一個玻璃嘅門嘅。咁你閂埋咗呢，其實就唔係咁睇到入邊嘅嘢嘅。跟住到寢區啦，呢個客房，咁個門柄都係用翻相同色系啦，古銅嘅鋼絲色啦。咁啊，面積大概係超過50尺嘅，應該55尺到。咁啊，全屋都係用翻一個雙層玻璃。咁個分體機就喺翻門上面啦，可以做個到頂嘅衣櫃。咁生個位都係喺個走廊嗰度嚟嘅。好，再參觀客廁。咁啊，俾我最感覺呢就係嗰個門嗰個設計，比一般一個平面門呢，佢都係用一個立體式嘅設計。咁啊，美觀好多。咁跟住就個星盤櫃啦，亦都分2層嘅。咁睇到發展商都花咗心思，盡量多啲儲物空間，同埋會多啲唔同嘅層數俾你擺毛巾啦。好啦，另外個鏡櫃咁亦都分兩邊嘅，咁當然比較薄身啲。咁不過當然你一般擺啲牙膏牙刷啦、洗頭水啊、化妝品啦都足夠嘅。反而最特別呢，就係喺右手邊呢一個額外嘅馬桶上面有一個儲物櫃。一般咧都未必會做俾你嘅。第二咧就係呢一個可以擺牙膏牙刷啦、剃鬚用品嘅一個兜。咁啊，馬桶亦都喺隔離有個廁所位啦，亦都有個生口位喺呢邊啦。好啊，到企缸部分啦，俾我感覺係都係一個圓字啊，好多嗰個收邊咧都係比較圓潤啲。另外呢個多咗個擺洗頭水嘅空間啦。另外呢一個花灑水龍頭，亦都係用一個啞式嘅鋼紋不鏽鋼設計，個水漬未必會咁容易顯示到。另外一個細緻地方就係個門啦，有個防撞膠啊，因為一般咧唔會落呢啲嘅，咁睇到都落足本啊，總好過擺個塞喺個地下度。好啦，再去參觀主人房啦，咁睇到呢個窗咧就係放冷氣嘅冷氣槽啦。咁呢個海德園呢，呢個單位都係用翻分開3個平台嘅。咁呢一個呢，頭先陣間再睇露台，呢個就係一個工作平台。呢一隻窗呢，就係維修冷氣擺出邊嘅啦，個冷氣區分體機。好，咁啊，主人廁所就同頭先客廁差唔多，不過就用浴缸取代個企缸，其他嘅spec 都係一致。好啦，再睇翻啦，客廳。咁啊，官方數字係3.08米樓底高，
咁啊，採用翻一個木紋嘅地板啦。咁啊，佢有個好處就係咩呢？佢除咗露台門之外呢，都有隻窗可以通風。即係如果你夏天唔想開門或者落雨的話，都有隻窗可以透氣。咁啊，露台就反而就冇乜太特別嘅地方，亦都唔會話做咗好多 storage 俾你。咁睇完太古嘅盤呢，我真係手工一流。特別頭先睇嗰個鐘啦，呢個鐘啦係可以較光咁嘅。發展商亦都做埋啲大堂空間啊、電梯啊，俾你睇到個裝飾，亦都落咗好多心機嘅。咁詳細有關海德園嘅資訊呢，樓價呢、價單呢，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區留俾我嘅。多謝。